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像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，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哪遮傻啦？传长母啊，你找我有啥代志啦？当然嘛有代志，才要找你。今仔日哦，老王甲我讲阮翁去马竞哦，甲一个查某男做伙。伊讲这件代志是你看到的啦，啊，到底有影无影？我这会顺咱娘啊，你这啥倒是有啊无啦？传长伯对我足好的啊，我若讲出来吼，无好啦。袂瘾讲出来，安尼意思毋就有啊吼？无啦。啊，你拄仔讲迄个意思就明明有啊。无这个代志，无这个代志啦。有啊无啦？无啦。你这个查甫，拢是为查甫。好你话。无啦。到底有啊无啦？无啦。有啊无啦？有。我都知哦。啊，迄个查某生做啥物款的？传长母啊，老师有教啊，爱惜言如金啊，免后面讲的呢。啊这，哦，我摕300块互你，啊你甲我讲一字，安尼尔，有安尼尔哦。哎呦，无你甲我讲，拜托，迄个查某生做啥物型的？啊有比我较水无啦？迄个查某吼，我无看到呢。你无看到，敢甲我摕钱？你已经付我手转去。啊，谁叫你唔甲我讲？啊好啦，我问你，因两个到底有男做伙无啦？有啦，我即摆就看到的哦。有男做安的无？足安呢。这个死老狗，也讲唔捌甲我男做安的，想袂到今仔甲我做这个代志。他翁就胖去，哎，这是要死哦！拢互你啦！传长妹，这遮济哦，还佫有钱仔长哦，你要问啥，我拢甲你讲。我爱问啊啦，啊？我要爱你去替我办这件代志。好，办什么代志，我拢愿意。明仔载阮翁要过去马竞，我要爱你缀伊去。啊？我伫马竞也无代志啊，我去要创啥？哎呦，我开遐侪钱，你去甲金庄甲缀啦。哦，传长母，你的意思是叫我做007？顺行哦，一路顺风嘿。
嘿，做唔着准走咧。也袂了。阿强，好大，你来在遮？哦，啊！你船长讲要带我去马景樱桃路好我。樱桃路，樱桃路啥唔对？见头啊！你叫村长吼装痟会去啦，伊利用你吼，去甲人带起来约会。其他约会，你袂记啊？昨阮伫马公海边看到村长揽一个查某安尼，有啊。不过什么也唔过，社会足侪代志哦，你唔捌啦。我甲你讲，多只鸟啊唔食草。村长哦嘛是查甫人呢，揽一个金一，算啥对吧？非得哦，你就当做这个代志哦，你拢唔知影，吼。我知影。陈伯，好你喂，陈弟妹，是你啊？你也变马景哦？对，我马经办代志。哦，点拜托你迄桩代志。哦，嘿哦。当厝长夫人，谭秘书，你来啊？真歹势，啥有你等遮久？我交代你的代志，拢会记得吼。等下人来，先出来去公司看一下。是，今仔日代志，唔通互当处长知影哦。我知影。先生，请问几位？哎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需要我帮你们拨吗？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找就好。请问你是不是邓先生？啊，我电话收到。啊，请问你是？我是陈丽华，好。请多多指教。谢谢。当处长有交代我等下遮等你。当署长。是啊。这就是王志强啦。志强，陈秘书。陈秘书你好，我叫王志强。伊就是志强。邓先生，当处长有交代，叫我先带王先生来去公司了解一下环境，再安排伊的工课。好，免安尼。阿强啊，要你先对陈秘书去，吼，不再拜托。免客气，这应该。王先生，请。陈秘书，叫我志强就好啊。那志强，咱来去。村长伯，我要来去啊。我等你无？免啦，我等家己倒去就好啊。拜托。村长伯，多谢啊。好。志强，你等下先稍等一下，我来去台车过来。多谢。你走来遮，无法度啦，无在身啊！我问你，你什么经验？哪有啥物经验？真正介绍工课予我。真正介绍工课予你，哪安尼？哦，我知啊，这叫伊减二个蒙拉减洗裤。甘的。一定安尼啦。志强，请上车。
叫我抓到啊吼，查某咧开讲，你真正蒙哪兼洗裤，来敲电话。今天阮的电话拢爱袂要等。好你，阿哥，你嘛坐来食一个啦？食袂落啦，吼，我即摆要，你若唔食吼，我是要食哦。啊要食你家己摕去食啦。好你讲枵鬼呢，人当咧紧张咧食叫。我嘛是足紧张，唔通食愈济。喂，何刘哦。罗梅，啊你也知哦？我知影啥？你毋是罗梅，啊无你啥？我要找沙姨的啦。鲨鱼，对啊，鲨鱼，我甲你读裤咧，读着啊啦。笑，啊人当咧紧张，我卡来乱啦。小姐，你哪挂电话？黑白来，啊你是我是沙虎的啊。鲨鱼，你就是鲨鱼的哦。哎呦，是嘞，我毋是听甲你讲，哎，我听你讲啦。喂，何刘哦？头溜。哎呦，何刘的，啊代志办了安怎啦？伊真正甲你做这款代志，你听等，我随来啊。会啦，人咧讲母囝连心，我想阿强哦，将来一定会原谅你，伊会接受你啦。大手，这一切都靠你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。我一定想办法，互恁母仔囝相认。多谢你。你放心啦，你的代志我会尽全力甲你办好势。我先来走。我送你。强要急死啊，哪也袂来啦。码头。哎呦，人拢走出去，哪袂来啦？脚底走袂紧哟。好佳哉，知影要去码头，啊若无是要安怎交代啦？哎呦，春天嘛较紧来的啦。你别塞车哟！这个我再走人啦。啊人呢？人走啊！啊走，是去后底路哟。啊，毋是好底路啦，是去码头啦。码头是要创啥？我哪知？啊行啦，紧嘞。再见啊！大手，我等个代志，然后知影嘞。我知啦。哦，啊你家己保重吼。大手，这一切都靠你啊！我知啦。多谢你。慢来讲，应该做吼。大手，哎呦，莫阁艰苦啊！我著甲你讲好啊，一切拢算在我。哦，安心啦，嘿。哎，紧嘞啦，紧啦！阿兄啦，我有看到，你是阿兄啦。你看，你查某迄里面。哎呦，那我袂记着，别走到溜去台车，溜去台车。哎，我讲，你嘛拜托你赛车，你来看大条人，你就看无啊？是要看什么人啊？哎，你哪会来？我袂使来啊！哎，哦，哎，大手，洪春花，你莫叫我的名，想袂到你真正来遮甲我编辑出来，点遮出来查某，我哪有？哪会无？哎呦，哎，他要去，哎，查某，你来起脚个动心安敢好？是安怎唔好？你明明都有做过唔肯承认，我亲目睭看到啦。对，我两粒目睭哦，拢有看到。哎，你是去看到鬼呢？我毋是看到鬼，我是看到你，咱一个查某。村长伯，你莫假啊啦，有头家后大爱承认啊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村长啊，你讲我讲的对唔对啊？我别讲啥哩，我哪我白讲？你别老白讲，哎呀，你真正足不输鬼的呢，啊，甲别个走伫遮里约会啦。恁拢误会啊啦！什么你误会？你明都出事，你讲误会？哎，小姐，你继续还钱嘛，先配合啊。哎呦，你实在，摕去啦。
你若要甲我讲清楚，我无讲你错啊！你讲。啊，长腿姐姐，你嘛听我讲。讲好啊！你甲讲迄个查某什么人？迄个伊是谁啦？你袂用讲。哦，你甲看，我就知影袂用讲，我替你讲啦，伊就是护你姐啦。哎呀，你都搞不清楚状况，你这安尼赤白白，敢若好爸母咧，哇，实在够歹命我。讲我好爸母啦，哦，莫怪哦，莫怪你讲你歹命，有影啦，厝内有好爸母，外面有好你姐啦。哦，才会甲我讲，讲大母说伊时间有爱分互伊讲白，一夜大，二夜小。我听你讲什么笑话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的感情是无要甲人讲假，你若真正要爱伊无爱我。我死互你看，我要跳海，互你后悔一世人。哎，阿嫂，你冲啥？大姐，阿嫂，当署长，陈秘书，爱紧，这段时间唔通安尼叫啊。是。完到了，啊，完到，老伟啊，这条，紧嘞，紧点膏药啊，紧嘞。阿姨，无要紧啦，切伤尔。袂用的啦，万一若去感染着，啊破伤好是要安怎？紧嘞啦，紧点膏药啊。无要紧啦，小可伤尔，免膏药啊，袂用啦，紧嘞，去膏药啊，行。哦。哎呦，这下过金箍等我啦！紧加解决，紧加解决。求你，有啥物代志啊？昨日阮某讲好5月，我外口有查某来，啊唔听我解说呢。哦，加下去海底，加上我命运呢，无这些我甩头保人，知唔知？你外口有查某，村长对你不谅解啊？唔是啦，我外口迄查某都是啥啦？无啦，迄个规定吼，即摆代志出大条吼，你来甲阮某讲者。哎，我袂用啦，你找别人啊！我。什么你袂用的？哎，你管开你袂用的，谁会用的啊？你著参我来就叫啊，你会交代啊？村长啊！我弟啊，你来说嘞。伊的房间。哎，我恁大兄呢？我来甲你讲，你都无回头甲看者。这你也无咧研究啊，哪有啥物通好看？喂，你莫甲差不多了，你看我
规身躯面毛泥哒哒，你个是毋是咧擦针咖喱啊？但你男甲咪咪妈妈讲什么地带？我若要做遮擦针甲，较等下我搁要来约会咧。喂，我即摆是，你即摆是你。我安怎？想甲你要遐尔风流啦？毋若阮阿嫂生气啦，喊我这做小妹啊，我哪无想要插你啊？应该是哦。这我家己亲小妹啦。来，即摆靠你。村长，我袂用啦。你袂用，谁会用？村长，你看这代志长水姐姐，我要请一个公亲要来甲你说明。老王无甲你安怎？即摆你无安怎？才拄好甲我念甲红，讲无安怎？阿兄，你就是要甲这种狗面皮的人做伙哦，等下出去外口找查某啦。你安尼讲，你是要甲害是叫我冤枉啦我？冤枉！我即马就看清清楚楚，你搁讲我是冤枉？小姐，别项代志拢免甲我误会，这样代志袂使甲我误会。误会？你讲我是误会你？我嫁你10万年后，第一大手。今仔才看到你的真面目啦！我嘛是。我嘛是。你这死你的头啦！我即摆是拜托你来做公亲的，你遐啥天法道理啊？村长啊，唔是我来讲哦，男主管代表我做代志啊，要敢做敢当啊。只要你把事情说清楚、讲明白，村长啊一定原谅你的啦。我来讲明白，我讲你个头啦！我来冤枉，我要你讲明白。无你是咧歹啥哈？你读较恶人哦！你明明都娶查某，你讲人冤枉你，我倒一点冤枉你？你讲啊，讲啊！嘿啊，阿兄，你倒会冤枉？做你讲，你讲出来啊！你讲出来啊！村长啊，你甲迄个查某到底有冤法无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你这不要，算我衰。我袂讲，我若讲出来，小可代志就变啊。你讲袂出嘴哦！我毋是讲袂出去，我是袂用讲。袂用讲，我就知影。你咧保护伊啦！你惊我去找伊，你惊我讲伊妨碍家庭对无？第一大手啊！你讲哦，今仔无互你安尼好食困，你要甲我讲清楚，迄个查某是谁甲你介绍啊？你去倒伊家的，因兜住伫倒，伊啥物名？电话几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！你给我讲啥？你还唔讲出来？我死都袂讲。死都唔肯讲。原来迄个查某比你的性命较重要。老王啊，你甲我听我有几句。伊遐尼重视迄个查某，我敢讲我是冤枉伊的。莫怪哦，人讲困破三领笑，两个心肝抓袂着。我甲伊气10多年啊呢，伊对我安尼足无良心的啦。村长嘛，男人都是这个样子啦，查甫人拢是安尼啦。查甫人拢是安尼，拢共款的，天下乌鸦一般的，你哎呦！村长啊！春，这个伙仔该村你一个人啊，我都袂睬你啊！哼！要不要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记，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所以爱记你啥？
伯，这要三顿饭哦，食一包，哎，给你吃吼。好，多谢哈。谢谢。小明啊，我真人啊，你有看到河流无？咱人无看到你啊。我知，透早就无看到人，要去倒也要讲一声。我到啊！我来啊！大家来看哦，看袂啥物好看的，大家拢有。小妹，这水果哦，互你食愈食愈水。这文化，这四神汤互你流，缘投的你嘛有份。等者，豆阿腐。刘，你走倒？你哪有钱买遮尔济物件？啊？我当然嘛有钱，毋是我咧炒单咧，我互你哦有通天的本领的，这个钱哦，迄是村长嘛，主动摕互我的啦。村长某是晓哪买互你钱？你讲。哎呦，你莫遐紧张啦，你敢会记得迄村长要交查某迄件代志？我偷吼去报互村长毋知影，搁带去掠交，这个钱哦是村长想来啊。夭寿哦！你带村长母去掠交，这种害人家庭幸福的代志，你做会出来？你哎呦！我做这件代志，我嘛足委屈，我嘛足无愿意啊嘞。这件代志我是为着迄个全国的女性主持正义呢。村长勇敢的起开，村长妹倒来去。我要让你倒落去。村长妹，你这边落河流行，我哪不看袂找算着你做讲坏话，你。哎，村长妹好啦，村长妹歹势啦。我等河流甲你回信咧，免落袂有啊。哎，阮某为这代志气甲要死咧，到现在唔敢讲话咧。我吼为这代志用你的，我用笑死哦，你知唔知？村长伯啊，这拢嘛爱怪你家己啊。怪我家己。哦，拢怪我。小平，村长妹，小平，代志不到这地步，我就拜托你啦，你紧速甲阮某小讲一下，好不？村长伯啊，这款代志哦，恐惊我无法度通来斗3工啦。我再讲，唔对人是你，我哪有啥物立场通替你讲话？啊，我，我是要安怎讲才好啦？好啦，不管安怎哦，这代志一定要拜托你啦，好无？拜托你啦。哎，秋明，你看川流妹这可怜，你有答应？不过，是啦，做人为快乐之本，就明你就答应村长伯啊啦。对啦。是啊，做人为快乐一本嘛。你点啊，无你代志啦。好啦，我去试看卖。多谢。你帮恁干部去小讲者。你讲我。哦，安尼啊，我动一命船长，我甲密麻麻，你甲讲。船长伯啊，你想莫怨叹。嘿，也毋过我真正想无咧，迄船长嘛遮尔后悔，又搁遮尔爱你，你是安怎搁不知足啊？我咧不知足，这代志啊，这你毋知，你无了解啦。村长伯啊，村长伯啊。村长嘛无伫房间啦。无房间哦，差不多啊。哎呀！对呀。哎呀！你哪说人？阿嫂讲要等后头出大几工啊？啊，这下我惨了。哎呦，主任，来见着我。我先搞到应啦。哎呀，你爱替我做主了。做主，啊是我是什么代志啦？刚好好啦，你莫再讲。喂，我就是。什么啊？这边心脏病发作啊？啊药啊咧？叫我食完啦。食完。老啊，你唔通死哦，你看唔对哦，你迄叫我飞起来。
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大手的啦，大事是怎样啦？啊伊，啊你莫讲啊，吞吞吐吐，我哪会知啦？我毋是吞吞吐吐啊，我是口甲结喉讲袂出来。是什么代志？你遮尔激恼？伊咧外口交查某。啊！大手的交查某！啊！这大手小可可的啦！啊，竟然做什么代志？好，你在那坐等我，我先睡觉。哎呦，啊你举这个要创啥啦？要甲驾驶啊！驾驶唔好举这个啦！这是我的其他啦，无这个物件啦。啊无啦，你等我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袂安尼啦！哎呀，哎，惨袂惨？啊，这些人会流落，迄就害啊！哎呦，你是要怎？你是要怎？我搁咧该烦恼伊要死哦！怨太，上叫要对不起我，怕死，甲怕死，甲怕死啦！我惨啊！阿兄来找我算啥？3条性命嘛无够伊刣，我是变哪只好？来，你即摆把我看来买倒？啊，所以嘛，我当然要紧来投靠阮阿嫂啊。哦，你即摆意思讲你甲恁阿嫂共过，要甲一个等咧厝就对。有法度哩，我即摆若无紧去投靠阮阿嫂，万一亲家舅啊吼，来再互找你算账，啊若我去煞着风台尾啊，毋衰甲，歹势啦，阿兄，七点吼，三咱若爱搁着爱搁保重的吼，拜拜。哦。亲家舅啊，我拄好就要紧你倒年面睡到位啊。你哪样人嘞？阮阿兄讲伊无伫个。你讲伊无伫个？哎，亲家舅啊，大姐，我是甲讲的啊。大姐，阮阿兄吼，吵查某关系啦，我讲陪阮阿嫂。赶紧出来！亲家舅啊，亲家舅啊。你唔食囝啊？哈！今日个反背阮小妹，你世间偌久咧受讨厌？哎呀，这拢误会啦！讲你误会？哦，什么误会？连你的小妹都不当主教啊！你还阁想要辩解？你看你是做什么款啊？哈，迄个面啊，莫讲搞屎，还有迄个鼻孔，你别若看到鼻孔就黑啊倒大啦。当时是看你故意的，阮小妹才会嫁你呢。就是嘛，我嘛是爱去想。但你这安个是？也有的啦，你家妄心肝想肝歹的啦。哈，若是阮小妹困强强，甲你换这个家，若是我当时出钱出力来听你，你家成就选得掉，互你稳重守步，外口娶查某，你还甘啊人？哈！哎呀，你讲我甲迄查某吼，毋是像恁想安尼，我甲伊清清白白的啊。哎呦喂，阿兄，想要你清清白白啦，啊，若有影做你就承认就好啊。迄个等下亲家舅啊，若去了到地，直接甲你喷到到地，你就袂死的啦。啊，无影是要叫我来承认啦。嘿，啊你义要死的，啊袂卡要死啊！走，哎呀！这下代志大条，进来，走过来。哎呀，卖爱啦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哎呀，你动静啦，动静真好。啊，你要丢我命哟！哎呀，你打开几条我拢无回手，你当作我无个性？我真是10分钟够够咧！我操死！我你讲我不行。今日是个破点是咪？
以后你若是敢我娶查某者，你别照三针给你拍，有听无？哼！哼！什么叫你问我安怎？你这传面嘛是安，看传了迄样拍，无一个碗来接。哦，迄举关刀遐粗残的，我靠！对啊，啊，你话我迄个菜单妈甲背。啊，我水果单嘛是爱背啊。对啊，我迄嘛是啊。好啦好啦，我想来顾我的陪，啊恁顾顾的，看偌济我再甲恁陪好。好啊，无咱来看看陪啊。自从你来了后，已经救过足侪患者的性命，实在真多谢你。救人是医生的天职，你哪得甲我说多谢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陈医师，你是一个足特别的人呢，你不但放弃足好的前途来这个所在服务，而且你对待遮每一个人拢遮尔啊真心，遮尔啊亲切，敢若亲像……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手边歹势啦，我赶上会啊，我唔知啊。啊，陈医师有安怎啊？袂要紧啦，哦，歹势歹势啊。较细哩，紧转。较细哩啊。陈医师歹势啦哦。袂要紧啦，以后较细哩的。好好好，我知道。陈医师，你拄则就勇敢的。迄无啥物。你怎会找到呢？叔，你要创啥？我要挽回啊！我看你敢若真介意这野剧。这是我上介意的花，咱莫甲摆好无？是安怎？因为因踮遮较自然啊。你讲的无毋对啦，伊伫咧遮较自然。啊，毋过我认为，因有你遮尔顺家、遮尔善良的主人，一定会真欢喜啦。多谢。应该我甲你说多谢才对啦，因为你互我看到人生光明的远景，甲希望。好好好，今日拢无人伫，有医生所换我做事，今仔日我上大，看报纸。医师，叫陈医师进来交救命紧！我甲你扶啦，我甲你扶啦！等你哦！这济啦，这济啦！紧叫陈医师来甲我救你，今日不爱死嘅。陈医师哦，啊伊看病人无伫呢。啊，手病诶，嘛无伫呢。两个都无伫啊！我死啊！我。哎呦，哪会伤到安尼啦？哎，春姐，啉茶啦。加好心啦。哇！这里，到底是啥甲你拍干呢啊？你免多加好水，我来用拍是你上欢喜点啦。冤枉吼，村长伯啊，我毋是即款人啦。啊若无，
我替你治疗。干嘛治疗？你莫看我婆婆呢，我以前在西园哦，咧江湖走跳，我甲你讲拍滚口白高油几多年呢？啊，起工，有好无？好无？啊，来较注意哦，脚也开，爱轻的对无？袂使大意，爱看出来。轻的，哎呦，咱上到安尼啦，啊，起工好，你来我等一下哦，袂好啦。哪会安尼？川牛妹，你莫甲我吓惊！川牛妹，带你出来！川牛妹，你要想做？拜托川牛妹，请我来抢骨头啊！可能我功夫上好，悄悄的伊昏倒。哎呦，你袂晓你。进来，甲川牛好，我比较关键，进来，大山大。你讲我功夫太好啊！阿姊，阿姊，阿姊，我知你对我足生气的，也毋过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好啊认真拍拼。啥物拢莫讲啊！啊，你今日哪有时间他的？公司特别好休假。阿姊，你稍等一下。这化妆品是要送你。你买这化妆品要送我？哪有遮侪钱啊？你免紧张啦，这个钱是公司上付予我的薪水。我无需要这化妆品，你摕退掉。姊，你叫你趁有钱买物件互阿姊，阿姊就欢喜哦。我买这啦，你摕退掉啦。也毋过这钱甲物件对阿姊来讲，并无算啥物。你有为着这来放弃你的前途，阿姊会对你足失望的，你知无？阿姊，做你放心啦，我答应你的代志哈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我一定准备每一趟考大学。你看，这个册是我要去工厂读的。你摕这册要工厂读？对啊，但秘书一直讲哦，我工课做完的时阵，其他时间我会当家己利用。还佫有，迄个李妈伊嘛鼓励我呢，好啊准备每一趟考大学。你妈姨，伊是啥物人啊？伊是我的同事啦，甲我做管理仓库，伊人真好，嘛足关心我的呢。阿姊，你做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，你要相信我。阿姊，好啦，阿姊即摆相信你，你莫阁互阿姊失望好无？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哦，你会笑啊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，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安大，安大，安大啊！安大，安大啊！安大，安大，我知影你伫咧遮，我叫你食饭诶。行。我袂晓啦，想要搁坐坐。你也毋是铁拍的，你免食饭哦。我看你目头过规球，你有心事啊？我即摆伫咧想啥，你敢有了解？我当然有了解啊！你想看觅啊？我甲你哦，伫过年是穿一只内裤大汉的呢，我当然知影。刚刚我讲毋对啊？安达，你若真正无放心过年哦，规气咱即摆就转去台湾啊！你何必为着秋萍下要留落来啊？你台湾哦，比秋萍更较水、更较好的查某，嫁甲咱煞咧。感情的代志你毋捌？谁讲我毋捌？我好友是情圣呢。好啦，莫甲你闹啊！你若离开秋萍吼，迄过年的代志，你就莫去想啊啦。规日咯，过年还有时间啊。即马咱也无钱啊，长期也无效，你讲对？
找到呢？同款是查某，是安那手边甲丽玲个性差安尼多咧？一个是安尼温柔顺客，一个是安尼骄傲。快讲，刚才等人来呢。哎，你做啥？这手巾仔哪有火？是谁的啊？是手边。是手边的手巾仔。啊，你哪会将手边的手巾仔拿去胸口？无啦，来食饭啦，食饭啦，来。我洗一手啦。领导啊，领导啊，你惨啊啦！武汉吼，甲手边吼，在谈恋爱啊啦。你看，人是医生呢，啊你是假的医生，啊是看起来吼斯文够气质，啊你看伊较有土性啊。惨，我看你无希望啊。领导诶，春花啊，好啊啦，莫哭莫伤心啊，腹肚会晓啊，咱来食饭吼。食袂落啊，我食。你将大手甲拍着重伤，我要哪食会落就好。啊，你搁为着这代志咧怪我，我嘛是为你出气的啊。啊，你要出开嘛爱看看，要甲教死你就甲教死一个意思就好啊。你真正甲骂我着重伤哦，伊人就生做遐尼歹啊，啊你即摆搁互你拍甲迷迷茫茫，安尼后摆是要安怎？阿总啊，咱人真家久啊嘛是为着你出气的吼，毋则拍阿兄呢。叫到阿兄伊要做毋对代志吼，伊欠拍啦，伊带查某吼，啊带到互你看到，伊还反悔你就是伊毋对啊。无你是算啥物兄妹啊？你那遐互拍，你真欢喜哦。啊，你知影伊着重伤，啊你毋免等去甲伊照顾，搁缀来遮。阿总啊，咱两个是共国的呢。我就讲啊，你就遐大个打击吼，我当然在底下照顾你的，你知无？共国，你甲迄盘烟枪共国的啦。我爱讲你尔，照顾我，照顾你的腹肚较有影啦。好紧着雷琴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等啊啦，吼，快来快来来食饭啦，快啦！啊，拜托你啦，起来啦，乖啦乖啦，来啦。你食啦，这烟肠都好食呢。有阵啊，啊你嘛闹一寡有探听呢。为着阮大兄的代志，你遐做安尼吼，气甲袂食袂困的。你一寡菜还拼了了，啊小等阮是要拼啥啦？这句啊，这你就毋知影。我若心情歹吼，就爱食搁较济啦。安尼吼，我只有几人吼，甲阮阿嫂做3工吼，叫阮遐小闲的。剪你的头啦，剪。人是替你咧讲话讲嘛。你食你的啦。这个屁大囡仔，毋知你想啥物啦？又知我甲拍，又知我甲争，死都无要讲出迄个查某囝是啥物人啦。咱阁无证据啊，看这个办事吼，要叫人困难啊啦。哎呀啦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想着啊，想着啥？有一个人知影迄个查某是啥物人啊？啥？你讲谁知影？阿强啊！阿强？阿强是啥物人？这个你毋捌啦？啊，所以你会记无？迄河流的吼，伊讲阿兄甲迄个查某伫咧约会时阵吼，阿强有伫身边的，所以阿强吼一定知影迄个查某是啥物人啊？对啦，啊我哪会无想到啦？阿强是安怎来要和阮人斗空的？阿强，阿姨，你读册啊？啊，着休困啊，罔看。安尼真好，坐啦。阿姨，啊你也介地吹哦？因为阿姨以前定定听人分地吹，对地吹感觉真亲切啦。哦，原来你介意听，啊你要听我分落你听好无？好啊，好啊。
出去！你莫跟我说出去！出去啊！出去！太好你听你啦，你看我这个囡仔是要怎？阿姨，啊你哪在哭？歌，因为你表演真好，这首歌真好听，阿姨真感动。阿姨，歹势啦，我分这条歌想要悲哀，你这么伤心吼。我老爸嘛是共款的，每一摆听这条歌的时阵，伊嘛拢会足伤心。伊会伤心，是因为思念阮阿母。无毋对，佫但思念，而且伊佫真后悔当初是要甲阮阿母结走，这10几年啊，伊拢无法度记住。想袂到，天父佫对我遮尔有情，真正是想袂到。哎，是的啦，我嘛毋知我是爱甲你讲这个话。不要紧啦，我嘛真介意听。对，志强，你讲恁阿爸真思念恁阿母，啊恁阿姊，伊敢会思念恁阿母？阮阿姊对阮阿母感觉真深，除了思念，伊佫真怨叹阮阿母。这嘛袂当怪伊。你当初阮家底下遮尔细，阮阿母无应该放杀阮家，伊无应该放杀阮家。你敢有想过？我听到恁阿母有啥物不中意口中？我不管伊有啥物苦衷，伊都无应该安尼做。好，莫搁讲阮兜的代志。哎，春天嘛。你伫遮哦？哎呀，哪知我伫遮上班？哎呦，我问你啊，姊，恁的姊甲我讲的。啥物代志？有代志专工要来问你的啦，啊，你一定爱坦白甲我讲哦。是讲恁船长伯啊，带你来遮马景食头路有无？啊，伊有含一个查某约会啦，迄个查某到底是啥物人？你紧甲我讲。无咧，迄一天船长伯带我去一间西餐厅去单比输了后，然后我就来工厂啊，也无看到其他的人啊。咁安尼，你想要骗我呢？我哪有可能甲你骗啊？你一定误会船长伯啊。对，昨我听我阿姊伫咧讲，船长伯因为这件代志，去互恁阿爷拍受伤，啊去互你敲，你敲一个，颔骨啊扭，脚骨来拗，啊即马拢无法度车本斗。哎呦，啊，阮一只老狗啊，袂车本斗就惨吗？安尼个拍甲遐严重啦？船长嘛，船长伯是足可怜的呢。你到保定啊，拢无伊的身躯边，啊万一出啥物代志，是要安怎较好？我惯他伊，上计要遐尼风流，应该死好。嘛，啊毋管安怎，船长伯嘛是恁翁啊，莫怪啊无。啊，就是阮翁，我毋才会怪伊，啊，毋是恁翁，你免讲嘛袂怪。啊，恁查甫拢为查甫啦，讲才会无较做，真是毋知影。啊，我加走一走，阮要来走。无啦，迄落雨，我去后带你啦。我来遮个代志，莫共讲。想袂到我出去，竟然头袂动大手加寸腿，害翁仔某冤家。袂用的，这件代志袂用安尼继续落去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处理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冷冷的雨，
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毋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原罪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依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来啊，这会小咖嘞，小姐啊，来啊，来买啊，都水嘞，小姐啊。水咖嘞，我后袂别人5走，我卖你3走就好。小姐啊，谢谢啊，有闲仔过来啊，人客啊，买花哦，人客啊，来买花哦。这花是以前天父上爱送我的花。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我回来啊！离开10几年，我也是回来啊！10几年啊，厝内底的情形一点仔拢无变。天好啊！茶无酒卡咧，来，饮一杯啊！今仔心情真爽的呢。老李，别开啊，我改。你改酒，按天咧落红雨啊！啊，讲正实的。饮一杯啊啦！你不用理的，我先来走。天好啊，无来饮一杯啊，这你走。
嘴边敢就捌闻过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大无人通倒地，倒遐无人通煮饭。哦，规庄仔头的，赶风流，无人要吵。哎，这真是啥物情形？我哪遮水啊？大舅，你先怎啦？你要紧无？大舅你，这小可代，你哪敢转来啦？喂，我本来嘛是无勇气当我转来。嗯。要毋过，我袂晓甲你拖累，害你互从迄误会遮尔深，所以。所以你要将代志拢讲出来对毋？拢毋对。袂用的啦，你即摆代志拢讲出来，你敢知影这天虎啊、秋萍啊、甲志强用遐收，因会对你误会愈来愈深无？头前做的拢白了工。要毋过，我嘛袂用目睭紧紧，看你受遮尔大委屈啊。我迄个无遐有紧啊，那春花啊，春花迄个去2工就无代志啊。我知你的意思啦，你是无爱拖累着我，哦，你是惊讲我受委屈啦，啥物委屈我去互拍，即种小可代志啊。但你会知，明永远来知影即阵代志了，会对天王伯仔遐不利。你即摆无简单做到一半，放放我去，我毋着叫人白拍呀。你即摆上要紧就是讲哦，要咱甲志强慢慢啊培养感情，互伊慢慢会当对你谅解。若无安尼，你后半世人日子会足歹过哦，目睭看较远。要毋过。免搁点仔毋过啊啦，若要个囡仔原谅你，你听我讲无毋对。大舅，你是会足好诶，你对我遮尔关心，为我牺牲遮尔大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报答你。哎呦，老朋友讲啥物报答？会当，今天麻将，毋对用钱就落歹。袂用诶，我即嘛无爱转去，我要等看到秋萍，我才要转去。你啊！大舅，走。什么袂用个去看秋萍啦？你离开迄年秋萍7、8岁安尼，对你印象安尼，够认得落歹啊？袂啦，我会偷偷去看伊，我袂互伊认出来。迄就袂。大舅，无我即摆来卫生所一撮，你家己好好保重咧。都无咯，小可，大舅，你要紧无？紧点。来，我先扶你在这。袂这。安尼是要怎？无我先扶你来房间体一下吼。来。
无爱行啦？我愈想愈无想要入去啦，想要见伊箍大手的，我就足气的。卖啦，奇怪啦，卖啦，嫂啊！甲你自从听阿强讲阿兄哦，伤甲无查某行路，你规工就爱吵讲要倒转啊，卖假啦，佮假都无成啊啦！你哪会讲我咧假啦？啊，你意思讲我足爱转来？莫转来，卖啦，莫生气啦，拜托，唔好讲，行啦，咱就来看兄啦，吼，行啦。我足无想要见伊。啊，就转来佮遮卖啦。哇，我拄啊转一个，袂坐了。安尼变怎？来，你先睇，来，哎呦，阿兄若无伫客厅，一定伫咧房间困，咱来找兄。我是安怎就爱去房间找伊？对，阿嫂啊，要无吼，你到客厅遐坐吼，啊，我来找阿兄，叫阿兄做来吼。即摆有较爽快无？有啦，其实爽快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命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是安怎？细声啦，你是咧变啥物梦？我是惊人听到的啦。阿兄无伫房间啦，啊嘛无甲查某伫咧困啦。你是咧讲我？阿嫂啊！你咧在创啥？哎，春辉，你啥物人？你穿啥物人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你咋啦？误会啦！你足过分的哦！我即摆就看到你，敢有是误会？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。当然，我知你爱的人毋是我，翁仔某甲我做1、2、10年哦，你毋通甲我去脚动手过。今仔日为着迄个查某，你安尼大力甲我请落去，我知影，我知影你根本心内爱的都毋是我。吼，你规甲我拍死，你甲我拍死，你去娶伊啦！我甲你好看甲足天地啊！我要甲你说，我死心啊！春辉啊！紧啊！起来，你来说讲一下。讲一句长长啦吼，吼，你生出超过人啊！你来查某带转来到厝内底，你阿歹做你啊！阿嫂啊，你查某地车放去啊！我来叫物件啦，嫂。我那不甲变安尼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
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愿意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